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早平安。平安。感谢主，咱经过2个多月的这个疫情的限制，咱今仔日会当恢复50人聚会。总是今仔日因为落大雨吼，所以咱有缘用咱这的侍奉同工，有敬拜团以及侍奉者做伙来主持。咱兄弟大部分有缘是伫咱的这个网络来做线顶的礼拜。所以，这个时间已经到，咱大家备万心，安静准备要开始。咱来备万心，准备今仔日早起第一场的敬拜。诗篇84篇1节到2节安尼讲，真好啊！感谢耶和华，唱歌学乐你至高的名。早起时保养你的慈爱，下昏时保养你的信息。各位兄弟姊妹，用这个圣经节做咱祈祷、感恩、聚会、敬拜开始。下面咱要邀请咱的敬拜团引带咱来敬拜赞美，也做伙来祈祷备办。咱这时请敬拜团。大家这。伫线顶的兄弟姊妹，甲伫咱现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午早。真欢喜，咱会当伫2个多月以来，咱搁一遍来到伫圣殿当中，伫咱线顶当中，咱要用祈祷、学乐来荣耀咱的上帝。这个时阵，我也邀请兄弟姊妹，咱大家，咱为着咱。即届的疫情，咱来向上帝来恳求上帝持续保守咱，伫咱台湾无受到疫情的攻击，互咱每一个人心拢会当得到平静。咱做伙来为着这个事来祈祷。主啊，这是我们用祈祷来到你的脚前。我用祈祷来到你脚前，我要追求你，我要念你我徛所在。我要追求你，每一摆我祈祷，我要当你的手，祈祷做的事，我手为他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的千山，道路的不便，互你高贵。祈祷做事，我手为他做。每一摆我祈祷，我山的千山，道路的不便，互你高贵你。每一摆我祈祷，我要当你的手，祈祷做事。我手为他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的千山，道路的不便，互你高贵你。这时阵，咱来为着咱现主是咱南部拄着大风。
拄着大雨，主啊，求你即时来保守阮，无受到大雨互阮的人民拢会当得到平安。伫即个主日的当中，互阮会当平静来到伫山顶，也是伫阮现场来做伙来敬拜上帝。即个时阵，咱为着咱即个雨期，咱来为着咱的台湾来祈祷。谢谢咱赞美献金这个出来的高兴，在这样的疫情当中，在疫情当中，有时候从这个有这里和我的同好，我的机会。即时阵，咱也为着咱今仔日来聚会，来开喙祈祷，求上帝，互阮伫今仔日的敬拜当中、礼拜当中，我们借着牧师所传达的信息，互阮会当搁一遍来甲主3年，互阮会当用诚实来敬拜上帝。主要说感谢你，我将今日的聚会，我们伫你手中，我们伫你现场伫山顶，主要说你圣灵甲阮同在，我得到你的祝福，我伫阮的家庭平安有缘，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要你灵来充满伫我每一个家庭，现在主要说平安。我搁一遍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恳求你施了恩典，保护伫阮台湾这个岛屿，互阮无受到雨水，无受到疫情，无受到这来影响阮生权利的事。主啊，求你只是帮助阮，互阮互阮有全然一心的心来遮来敬拜上帝你。主啊，这是阮也为着阮今日的敬拜，对头到尾，拢会当来迎合上帝你，求上帝你持续来保守阮。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我用祈祷来到你的脚前。我伫咧房中要学乐你，我伫万民中会感谢你，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伴随主你，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伴随主你。我伫南面当中，我伫咧房中要学乐你，我伫南面要感谢你，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伴随主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伴随主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伴随主你。伫咧房中要学你，我伫万民中会感谢你，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伴随主你，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伴随主你。我伫咧房中要学乐你，我伫万民中会感谢你，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伴随主你，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伴随主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到万世代。哈利路亚。
乐、荣耀归咱的天父上帝，哈利路亚！主啊，这是要用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用我的性命来回应你的听。主啊，我们来仰望你，来学到你。耶稣，圣洁公义，上帝上帝的威严，你的听是遐尼长阔关心，充满丰富的恩典。耶稣，冠冕将冠万民，为你荣耀尊贵而乐。我用心灵诚实，真心敬拜，这你宝座顶向外求天，用天父的魂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名。哦，我的主，哦，我祷告有你，真心来敬拜你。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上帝的威严。你的听是遐尼长阔关心，充满丰富天地的恩典。耶稣，冠冕将冠万物，为你荣耀尊贵而乐。我用心灵诚实，真心敬拜，这你宝座顶上我的主，打开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名。哦，我的主，哦，我祷告有你，真心来敬拜你，打开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名。哦，我的主，哦，我祷告有你，真心来敬拜你，打开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名。哦，我的主，哦，我祷告有你，真心来敬拜你，真心来敬拜你。咱做来吟圣诗580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嘴着吟诗。我心大欢喜，我的嘴着吟诗，我笑就像被我的名，你是我路，你是我感谢。
你了情君，我的主，我的君，将一起和调变我存，你在那水里，让我一直多想，我的主，心尊了，我心所的梦，我的爱主耶稣，你听我的话归我容，今日到我命，只有你的救赎，我欢喜感谢你姑姑。至尊至大至悬的天父，你的听是何等长阔关心，你的听甲阮永远伫地。你掌管天下万物，显明圣洁公义。你是阮随时的帮赞，是阮伫患难中的光灯，也是阮伫失望软弱时阵的圆梦。对去年年初较大的新冠疫情，大大影响人甲人的关系，也完全改变这个世界运转的规则。阮看见侪侪人破病，侪侪人失去性命，侪侪人的经济陷入困境。这时阮才发现，人是何等的自微细，是何等的无气力。主啊，求你帮助阮，伫这款环境中间，互阮学习搁较侪的谦卑，学习搁较侪的倚靠你，搁较侪对你的相信甲仰望。互阮虽然踮伫逆境中间，犹阁依然徛在，会当用坚定的信仰行人生的道路。主，阮需要你来引带阮，所以阮要用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来成做阮的准则。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共读圣经，记载两个所在。第一所在是伫以赛亚书58章第10节到11节。我来读：你的心若怜悯夭饿的人，互困苦的人得到满足，你的光就要伫黑暗中发现。你的黑暗要变亲像日中昼，摇花也要常常引带你，伫旷旱的地，互你心满意足，骨头臃肿。你要亲像决红的园，搁亲像流袂干的水泉。第二个所在是记载伫提摩太前书第6章17节到19节。对遐个金世好野的人，你着吩咐因毋通骄傲，毋通将因的愿望放伫袂瓦靠伫你的财物，着瓦靠将万物丰丰富富，
互咱逐个人享受的上帝，就吩咐因做好事，做较侪好事，慷慨施舍，甲人分享。安尼做是伫为家己的将来起造坚固的地基，确保真正的活命。圣经读到遮，现时咱请圣乐队，现时煞请牧师来讲道一粒尾仔的精神。
各位姊妹真欢喜，咱今仔日恢复50人以下的敬拜，所以咱现场有加增加真侪同工，甲兄弟姊妹，咱嘛真期待咱即个疫情会当搁较来开放，互咱兄弟姊妹当无受拘束到现场，因为咱知影咱同心敬拜上帝伫什么所在咱拢专心致意，也毋过来到礼拜堂，伊上大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敬拜的所在，大家会当专心，搁而且兄弟姊妹会当互相来交陪。咱下面要三个分享主的话进前，咱搁一遍人心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今早起虽然有落大雨，阮伫你的保守下面，拢会当平安顺遂来经过。阮南部这一个地区无受淹水的艰苦，大家心神足体，以及阮的家园，拢有主你的保守，通得到平安。我要三个分享主你的话，愿你的话诚做阮的信心甲气力，阮的帮赞，阮生命的能力。伫你面前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进前有做伙伫顶礼拜来三甲学习即个一粒麦的精神。咱伫遐通过圣经节，互咱学习到迄个麦原理落地所产生起来迄个生命的新热，咱有做分享。今日下半段，牧师要甲咱三甲来学习，就是即个麦的精神到底要安怎伫咱生活中来甲伊实践出来。若是咱来讲，即个麦落伫地呢，产生结侪侪即个新的即个麦但伊的意义伫咱生活中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麦精神伊的生命的逻辑，咱爱有一个顺序就对了迄个顺序到底是什么呢？头一个，即个麦事实就是经济那经济呢，我感觉着讲，迄个经济嘛毋是随便的呢，迄个经济必须爱非常的健康，伊有生殖能力有迄个团的肺力所以伊爱健康。有生命力，落地才有效。我会记得细汉伫庄骹呢，拢爱缀四大人去园呢。迄个庄骹无迄个麦啦，嘛无种米，只有是啥物呢？种遮的五穀，亲像土豆啦，亲像即个番麦啦，安尼。常常呢，春天到。野种子，这拢是较早拢爱手工的，就对啦，无有机器的。但是经过春天落雨了后，无偌久，开始规个园一零一零开始会布影安尼。迄时我会记得阮老母就去巡去园里巡安尼，一面就爱甲遐无路用的杂草甲删掉，一面会去看讲。未来一零一零咱野土豆啦，也是迄个番麦的遐种子呢，伊自然就是有一个固定的距离会发出影来啊。奇怪，即个即位拢无就甲土甲凹起来，原来迄个种子就是歹，迄个种子都袂生团所以就烂去就对啦。时间若会赶紧就搁补伤慢嘛袂使呢，保证迄个不让胖的无发影的呢。所以种子必须爱健康。假说咱若是一粒麦，咱必须爱有健康，你才有能力通落地啦。若无，只不过是伫遐空空好看那定。第二项就是麦落地，伊要有次序咱顶礼拜小有提起，就是讲伊的生原理。而且愿意牺牲，迄个牺牲是头前的，毋是讲我先期待后壁咱结侪。你敢有期待毋过无牺牲，安尼顺序是毋对的，效果嘛无得到安尼。麦落地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甘愿受苦啦，甘愿受苦，即个前提若无后壁的，你讲要修成偌济拢是假。所以你爱先牺牲，你爱先受苦。咱诗篇都已经清楚甲咱记载诗篇126篇50到60讲，
流目屎夜精子的，会出欢喜的声受歌。前拢是爱受苦，无看到什么物。咱台湾真侪做事人吼，因拢爱心里有一个准备呢。我这个时阵夜精子落去，我这个时阵栽种落去，倒退会结果子袂，会生袂，这拢无一定。但是你爱先流目屎，袂当先想讲啊，我要得到，我要做，啊无得到我就毋做。伊讲流目屎带种子出去的，会带伊的未困欢欢喜喜倒来。兄弟姊妹，先愿意牺牲，先爱流出目屎的功课，啊，这是咱一粒马仔的精神。所以一粒马仔的精神是啥物？是先苦后甜的精神安尼。咱顶礼拜有小可提起到即个一粒马仔的精神，愿意放弃家己是无私的一个前提。第二是愿意分享家己，愿意祝福别人，毋是干那简单家己好就好，愿意甲别人分享即个恩典。所以，若讲到这是安怎，咱爱强调伊呢？是因为一粒马仔的精神，就是对咱平凡的人生一个上大的挑战。咱拢知影讲，人是自私的，对无？人先顾家己的，人先想着家己，这是人的天性。因为咱是有罪性的人，所以这款的人性是你我大家拢理解的。咱嘛知影讲，咱有咱的软弱，但是耶稣讲一粒马仔的精神是要挑战你，挑战你会当跳出这个无，你要结出最多的子来，要结出最多的修行来。你有法度通克服你本性的软弱无？咱顶礼拜嘛有讲起着，一粒马仔的精神就是福音的本质。咱若无有先学一粒马，咱就无法度通传福音，咱就无通去互人分享着福音的好处。因为你爱先亲像马仔，放弃家己，爱先分享家己。但今日牧师要甲咱分享一个马仔的精神吼，伊强调一项伫咱生活中真重要的课题，就是行好的能力。行好的能力，因为拄则咱有读两段经文，拢咧叫咱着爱行好。以赛亚书58章10到11节吼，拄则咱先有长老带咱读过。伊讲：你的心若怜悯夭餓的人，互困苦的人得到满足，你的光就要伫黑暗中发现，你的黑暗要变做亲像日中昼。意思是，因为你有怜悯夭餓的人，互因得到饱，就好亲像你本身会发出光。11節講，耶和華也要常常引帶你，伫曠旱的地，互你心滿意足，骨頭臃腫。你要親像灌壓的園，親像流袂干的水泉。以賽亞書咧，甲咱做一個真重要的提醒。這提醒是講，你若顧家己好，這也無啥物奇怪。但是你敢若會曉即通去憐憫夭餓的人，講耶和華會甲你掛一個賞賜的保證、恩典的保證。講伊要賞賜你，伊要引帶你，伊要互你佇曠旱的地有心滿意足、骨頭臃腫。講親像這個園啊，攏一直有灌落，流袂干的水泉攏佇你。這個毋是敢若物質上上帝要供應你，實在是生命。這個講咱的生命，迄個豐盛，是因為你有誅心去疼惜遐夭餓的人。所以簡單來講，以賽亞書的教導是啥物呢？憐憫夭餓的人，互困苦的人得到滿足是啥物？就是馬仔落地。你歡喜，互馬仔落去地爾。第二，伊講光就要佇黑暗中發現，你的黑暗要親像日中晝。這什麼意思？這世界變做無共款。一個艱苦的人受照顧的，這個社會是感覺充滿着迄種平安，充滿着迄款熱情，充滿着迄款喜樂。這世界無共款，是因為你親像光發出來。耶和華也要常常引帶你，佇曠旱的地，互你心滿意足，骨頭臃腫。什麼？毋
毋是你关怀送向人，你就损失去，你去欠去，好像你去一角，毋是啦。我上帝已经看重你，讲上帝继续会保守甲供应，然后讲你要亲像灌压的园，搁亲像流未干的水泉，是啥物？毋那是讲上帝要保你呢？上帝伊要互你享受丰盛甲强壮。那咱若用一个投资的眼光来讲吼，上帝看重你人民艰苦人，比你做任何的投资的策略搁较重要，因为上帝已经把你看作是甲伊同国的，上帝把你看作是你愿意亲像一粒麦啊，牺牲伊的身价基数，伊迄个奇妙的生命的变化，就是伫你的生活中。就亲像顶礼拜咱所讲，迄个五块饼两尾鱼的故事，因为有一位囡仔欢喜奉献耶稣基督的身价，耶稣基督的供应，耶稣身价所产生起来的大变化，超过咱大人会当想象的。另外，咱伫提摩太前书6章17、19、19节，伊安尼讲对遐个金世好业的人，你着吩咐因毋通骄傲，毋通将因的愿望放伫未瓦靠伫的财物，着瓦靠将万米丰丰富富，互逐个人享受的上帝。这话真白啦吼，咱听就知影。18节讲，着吩咐因做好事，做较侪好事，慷慨施舍，甲人分享。安尼是得为家己的将来什么，起造坚固的地基，确保真正的活命。做好事竟然有遐尼多的恩典呢！保罗伫提摩太前书这段这个教导呢，会当分这几项来学习啦。第一，讲若是今世好业，无一定是好业，因为这是无可靠的财物。今世好业可能是一时享受到你家己的风光，安尼哪定呢？因为迄袂瓦可及。讲好亲像世间的财富是亲像流水啦，过去就无啊。所以保罗提醒讲，着瓦靠将万米丰丰富富收束互咱逐人的上帝。意思讲，像咱做兄弟讲的讲，上帝才是上可靠的大头家。上帝伊就是做中央银行袂倒的就对啦。人看是要看家己看会到迄个财富，也是要倚靠迄个永远丰盛的上帝。全世界宇宙万物拢是伊做所供应的上帝。这是人的心智、人的信心的这个程度。所以讲，着吩咐因做好事，做较侪好事，慷慨施舍，甲人分享。意思讲，当你做这的时阵，表示你对上帝有信心，毋是干那你有自信了，是你对上帝的应允有信心。所以行好就是倚靠上帝，尊叹使命，然后上大的应允是伫遮。安尼做是得为家己的将来起造坚固的地基，确保真正的活命。做这的，就是在地。行好，毋但你得到真正的喜乐，搁较是伫永生，咱讲迄个生命的银行，你一直咧欠就对啦。你欠足多，伫迄个袂毁坏宝贝银行咧存款。但圣经真多的所在，在甲咱讲基督徒爱行好，到底有甚物款安尼真丰盛的教导呢？而且有几项牧师甲咱三个分享。伫信仰上来看行好，希伯来书13章第16节讲，行好就是咧献祭，是敬拜上帝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呢？行好，伫你咧做好事、帮助艰苦人的中间，你就是咧敬拜。哇！这互咱感觉讲，迄个教导实在是真奇妙。敬拜毋是讲徛伫礼拜堂吟诗学老，上帝啊，你真听我，安尼哪定呢？迄个行好就是你敬拜的一部分，是你献祭。伫希伯来书13章16节讲，着会记你做好事，互相帮助，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祭物。
哇！所以兄弟姊妹，当你来教会，咱做礼拜，我奉献，这是上帝所欢喜的。但是当你帮助送向人，去拯济遐艰苦人，你暗中帮助遐软弱的人，这拢是你奉献的一部分。上帝的孝单，上帝的孝谱，拢甲你记条条。这是希伯来书所甲咱讲的，是一个献祭。第二，罗马书第2章7节讲，你若是安尼有恒心，意思讲一直行做行好，就要得到上帝所赏赐，什么永恒的生命。行好是得到永恒生命的一个管道就对啦。罗马书2章7节讲，遐会坚持做好事、追求荣光尊贵、甲袂败坏生命的人，上帝会赐因永远的活命。坚持做好事，做好事，是因为你毋是要做善人、大善人，互人学乐，安尼是世间的荣光啦。上重要的是，上帝将你做好事记伫你活命册的一部分。这是咱基督徒上大的应允。第三，雅各书4章17节安尼讲，知影应该行好，无去行，讲是罪啦。意思是你应该做无做吼。这就是罪一项呢，是你伫主的面前互上帝无欢喜呢。这圣经在讲，所以人知影着做好事，无去做就是犯罪。过来就是彼得前书3章17节讲，我宁可为着行好来受苦。我行好，毋是讲你着享受，逐项拢足快乐哦。因为行好有时做好事，你爱付出的。你爱付出你的金钱、气力，甚至流汗，甚至行好也有危险。因为你去帮助遐个艰苦人的时阵，有可能是伫迄种艰难的困境，伫迄种国家甲社会。所以这是人性上界高贵的付出。彼得前书3章17节讲，受苦若是上帝的旨意，做好来受苦，比做歹来受苦较好。意思讲做好。你受苦感觉做了足甘愿的，受苦感觉讲这付出是足有价值的，会真奇怪吼！做好佮受苦，这就是人我讲人性的矛盾伫遮。逐个人拢嘛是望咱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平安过日，是安那你要受苦？是你知影这个代志做了有意义，这是上帝所欢喜的。我要讲起一个。安尼一个故事可能咱真侪听到这个故事，就是这个高雄义大医院就是迄个二秀大学的病院的院长叫做杜元坤啦伊一个公益甲奉献的故事。但先是看到伊的影片，伊咧讲起，伊是一个骨科的国际名医啦因为伊有足好的迄个。外科的手术，讲定也受邀请去到各国，伊遐医生，伊等个医生的老师就对示范安怎开迄个骨的刀，有真侪伊的专利伫咧。伊互人感动，毋是伊的医术啦，是后来伊为着要去照顾我的故乡澎湖10万人，因为因遐距离交通无方便，真侪人为着要看医生，就爱千里迢迢坐飞机、坐船来高雄、台南这大间病院才看会到。伊看到这澎湖人的需要，伊招伊病院这个国科的医生到澎湖去义诊。所以因为伊安尼个性足坚持的，就对所以有人甲称呼讲，伊是守护澎湖10万人的。离岛公医啦我想真侪人欢喜去到偏僻的所在做这款的义诊，迄是拢互人感觉真感动。毋过是伊互人的迄个印象更较深就对。伊是咱台南人，伊细汉受父母的栽培，后来去读医学院，伊后来就家己甘愿讲，伊开始趁钱了，伊就是。捐一半的薪水，捐一半的薪水。伊统计了，讲30档
拢总差不多奉献几亿个就对啦。啊，伊伫1、2年前，因为突然得大病，哇，规个怎散落去。伊感觉着讲，人的生命实在是袂当真把握，甚至伊家己是出名的医生，伊就无法当把握着伊的生命，所以伊就正式请律师签署，讲我死了后，所有的财产拢要捐出去。伊甲伊的囝儿交代讲，恁若要得到什么款生活的资源，恁要家己拍拼，袂使靠父母安尼。啊，所以这是即个杜医师啦，哈，杜医师。啊，伊这是伊伫平湖啊，去到国立岛去遐做义诊的。啊，我有一摆呢，伫咱教会附近一间即个骨科，吼，骨科去看。啊，我就看到讲，啊，即个骨科的医生吼，讲伊嘛去平湖咧义诊，平湖咧义诊。啊，我看到佫有平湖的馆长送伊一个匾啊，啊，咱甲开讲，咱知影讲，哦，原来。伫台南有一阵医生啊，对着即个杜医师的一款精神呐，讲啊，阮嘛是来去义诊啊，啊义诊佫义诊佫兼佚佗，因吼伫咱台南的安平港吼有迄个游艇的码头呢，啊所以一寡医生伊平常时足无闲啊，足忝啊，啊所以因足爱的休闲活动就是讲开即种游艇啊去平湖外海钓鱼啊，哦啊钓啊足欢喜。啊了后，就去住离岛的民宿，啊过长工咧，伫迄个所在，啊来甲民众义诊，啊所以啊趁休困，啊搁帮助这病人，啊拢是即款诶即个善事吼来做安尼。即个杜医师呢，伊真做基督徒，伊讲一句话，讲上帝会当做的事，咱无法当想象，阮只有学着伊吼去照顾真侪受苦的人。啊，伊进前就是为着平湖一间天主教的病院，因为吼伫庄脚无资源、无够额的经费，啊，所以需要去一间照顾老人的中心呐。啊，所以伊家己抛砖引玉，要招人大家为着这项事来关心平湖一间惠民病院天主教。啊，像阮囡仔时代就知影，迄伫照顾平湖人的艰苦，啊，所以伊就出来呼召。这些人来关心安尼，啊，所以伊家己对德蕾莎修女的一句话，互伊真大的这个条件。伊讲要行好帮助人吼，毋是互别人所剩的，安尼也无够。伊讲是分享家己所有的。哇，这是已经超越出讲啊！我著剩的加减做南山的，毋是，伊是讲我有啊，你嘛有。哇，这款的精神实在是啊，咱真侪困难点伫遮。但是，这个一粒美爱精神都要伫这个所在。佮一项要甲咱分享的是讲，这个美爱精神是佮包含伫奉献、分享佮听，这拢是咱美爱精神内底一部分。犹太民族因的律法，地出土产、财物收成，拢是上帝所赏赐，所以有感恩、分享佮救助的传统。因为犹太人因从细汉受教育，就知影讲，你毋通掠做你外头所有一切，你身躯顶的财宝、财富，所有的收成，拢是上帝所赏赐。所以你来分享，你来奉献，这是理所当然的，无啥物通好奇怪，也是讲搁甲你争论的就对。所以咱进前嘛捌分享过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嘛是犹太人因一种规律。啊！伫迄个规范伫法律的中间，亲像利未记27章30节讲，律法规定地上出土产的1/10是耶和华所属的，毋是你的。你修成啥物，上帝互你修成，你1/10是归上帝。啊，这是咱后来奉献，鼓励咱奉献的一个源头就对啦。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还是树顶的果子，1/10是耶和华的，是归予耶和华做成的。申命记14章28节到29节讲，每到3年的尾，就要将本年的土产摕1/10，互城中利未人甲遐个人客、孤儿寡妇，是安那为着要救助，这拢是伫因的生活中感觉理所当然的事。意思讲，你修成偌济，你毋通全部拢得啊，你要有1/10，诚做帮助艰苦人的事。
利未记19章9节到10节讲，收割这个所有的五谷，唔通挂进连远的远角拢挂了了，嘛唔通捡你落去的，就爱留互送乡人甲寄居的，这是分享弱势的一种精神就对啦。像是为犹太人因伫生命内底，就是即款的自认为，因拢无感觉是奇怪，讲啊，这是安那，这上定的，伊感觉这就是因生命中应该遵守的。事实，即款精神伫咱台湾原住民的精神嘛，得到即种的分享。咱拢知影原住民因较早住伫山顶吼，所有的生活的物件拢是对树林大山顶拢来，所以因的部落老早就有一款真好的精神呢，就是讲我出去拍啦，啊，拢是遐勇壮的人，会爬悬爬低的人，对无？甲即个修行摕转来，伊无讲啊，这我拍的吼，拢阮兜的，啊，食甲臭酸烂去，无啦。因就是咱即个部落内底大细汉拢有份安尼，啊，所以厝里有人有艰苦人，有软弱的人，有身体无好势的人，年老的人，因拢分一份。所以原住民虽然因的生活习惯甲因的文化，咱无一定逐个人拢真熟，毋过因有一项精神咱学袂到的，就是因真骄傲讲，阮的部落的中间无乞食。部落中间无人讲，因为放伊伫迄个所在，啊，袂当生活来做乞食的。我会记得顶无偌久，咱有分享到，伫咱尖石乡后山吼，啊，即阵拄啊水蜜桃出了上好的时阵啦。迄个司马库斯即个部落，因就是实施吼，亲像早期初代教会迄种分享式的生活，大家做伙拍拼，大家修行，做伙分享，啊，这拢是一粒马的精神的一种的发挥啦。一粒马的本质就是疼甲关怀。但是话，事实咱毋是干那物质上的分享，咱教会在拍拼推动的小组的事工，迄个形式是足简单，要分组嘛足简单，但是重要的运作模式就是透过疼甲关怀。咱的小组若无有一粒马的精神吼，迄个小组迄外壳是假的，是空的，是无力的，是袂运作的。伊的重点是，你中间小组长、这同工、这干部，伊欢喜听甲关怀。有时我早起甲牧师娘会做伙看咱的即个 Good TV 啦吼，啊 Good TV 内底拢有一段时间叫做真情部落格。啊，拢是讲起真侪人，有人是经过受苦、经过试炼，也是经过人生的失败，才来信主耶稣，啊，拢真感动。因为制作了非常的即个成功啦吼。啊，我看过真侪的故事，讲伊是安怎会来信耶稣，拢是伊走投无路，伊拄着人生上大的挫折，然后伊就讲。啊，都有人招我去教会啦。啊，一个听到敬拜团唱歌吼，啊，我毋知啥物原因，我都足坚强的人呢，我都足够劲的人，啊，毋过都干那迄个看到迄个诗歌一个来，伊目屎就流啊，挡袂掉。因为迄个诗歌、迄个曲调、迄个歌词去感动着伊，去望着伊心内迄个艰苦的所在，生命。迄个伤口的所在，无流目屎哪有可能？啊，伊讲，当我家己安尼逐项拢无顺遂的时阵，小组的兄弟愿意陪我，因为人拄着困境的时阵吼，毋是遐尔啊好做伙，你敢知？怨叹啦，啊，看别人吼拢无顺眼啦。脾气拢无好啦，但是这小组的人愿意陪伴伊，甚至招伊去伊的厝，甲伊照顾，去甲伊探访。伊讲看到即群人咧关心，互伊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疼。但是即位小组
无啥物秘诀，小组就是一粒马的意思。小组的精神就是一粒马的精神。兄弟姊妹，咱这几年教会来推动幸福小组，目的嘛，毋是为着要创造什么新的款式啦。幸福小组伊上重要的原理嘛是同款。迄个运作的概念就是，互人先感受到疼，毋是先用头脑甲伊讲，哇，这信仰有偌好，信耶稣有偌好，互你感觉着讲。啊！你来伫遮，你所感受到的疼，就是我要讲的福音，大家彼此的关怀。啊，你即位一粒马的本质，那对咱家己的生活来讲，就是一个喜乐甲知足啦。因为你后来无感觉迄个牺牲是艰苦的，是困境的，你会感觉讲享受着牺牲。所以有一句话来讲，善良的人总是快乐，感恩的人。总是知足，兄弟姊妹，你做好事的时候，你会感觉讲哦，今日足快乐的，感觉讲心情真好安尼。事实吼，莫讲伤多。我常常在开车的时候，有感觉到一个小代志，你会感觉讲，嘛感觉心情袂歹。比如讲，你拄着迄个相车路，啊有人要左转，还是讲要踅角，啊你感觉讲伊安尼开了无好势吼。你若拄过，迄是你的权利咧。毋过你着暂停一下，啊，互伊踅会过。啊，伊若去握一个手，你会感觉讲啊，心情足好，对无？啊，这就是讲人做好事吼，上帝煞接迄个快乐互你。啊，这是一粒马的精神。啊，你即位最后我要阁讲一个医生的故事。啊，最近看到一个介绍吼，叫做徐蚌星啦吼。徐蚌星医师，这什么人呢？有一作家叫做李旺台，伊写最近写的叫做小说《徐蚌星》。啊，伊讲伊咧介绍的时候写讲，伊写一个真够开钱做善事的人。好，啊，用小说的角度啊写了足精彩的对。啊，这是最近打出来，啊得到一个奖，吼，叫做小说《徐蚌星》。啊，咱听过这个名，大概。有可能医疗界人知啦，出名的名医，已经过身足久啊吼。事实，这个人，咱在座甲我同运会的人拢知影，伊就是美和科技大学的创办者，伊就是美和青少棒当初时台湾棒球安尼遐尼啊兴旺伊是功劳者。伊这客家的电视台，因为是客家人，伊客家的电视台要进前做过一出影片，叫做《大将徐蚌星》。大将伫客家人的意思，毋是讲真啊将军的意思。客家人感觉讲，这人就是正港的牛人就对啦足优秀的，我来甲号做大将安尼啊，这是进前伫客家电视台捌做过的影片安尼。这徐蚌星医师是1909年出世伫内埔屏东一个庄叫做美和村，啊，所以后来是安那美和青少棒，啊，美和中学拢靠这美和，就是安尼。伊伫日本时代就读医学，啊，伊是后来真做台大病院的教授，啊，搁外科主任。啊，我听到伊的故事真趣味。伊要做医生开始咧做实习，啊，伊感觉讲伊志愿要做外科医生，但迄个时阵可能台湾的迄个整个医疗的器材无遐尼发达，伊的老师咧甲伊操练讲，来对我来学开刀伊才发现讲你是倒手的就对啦听讲是倒手，迄阵的医疗的器材听讲。拢专门发明制作咧，互正手的人用的。啊，你倒手的规个手术台拢都爱对你改，袂使。这老师甲伊讲，安尼你转去，你若无学正手你就准备忙做外科医生。这徐蚌星医师伊安怎偌骨力呢？伊3个月内转去到厝，开始用正手拿刀来学解剖厝里的。猪肉啦，还是鸡肉安尼抬，抬到手拢足骨溜，然后3个月了后，
互伊的老师看讲，安尼会使袂？老师讲安尼合格，而且手路阁袂输老师。伊就是遐尼坚持的一个人。因为伊较早迄个时代，医生实在是收入真好啦，但是伊根本都无用家己趁钱做伊的目的啦。伊娶到一个足好的太太。伊做好事就是讲，看到人需要，就讲好偌济，就摕出去，毋知影讲家己落地有剩无啦。讲有一遍来咱台南，看到人艰苦人，就摕钱出来甲帮赞。帮赞了，要转去厝讲哇，拢无钱通好坐车通转去，讲走去警察局讲拜托的，毋知有借我一寡钱，互我坐车通转去屏东无安尼？迄警察讲你即个人是安怎？无钱来要讨？有影也无影，伊讲我转去就寄行李，真正敲电话去互因太太，屏东的太太，讲即个人讲伊无钱有影无？伊讲是啦，我来寄行李，知影讲伊是一个医生安尼。就是讲有的人咧做好事伊迄性格就是无咧看家己有剩无剩安尼。是咱30几年前出名的美和棒球队的创办者，也是现在美和中华科技大学的创办人。即个徐鹏英医师伫因即个客家，互人尊敬。这是伊遮个旧的相片啦这美和棒球队是较早带动咱台湾即个棒球运动真重要的创始。较早有流行讲北部是华兴中学，南部就是美和中学。华兴中学迄是蒋夫人所设的呢，就是贵族的学校。咱台南的迄庄脚囡仔，拢咧拼冠亚军的就对这是互人感觉讲真有感动的一件事啦。因为伊欢喜付出，伊有几项的技术，就是讲伊1955年高雄咧创设即个高雄医学院的时阵，迄个时阵杜聪明医师甲当时的陈启川，就是在地即个事业家，需要资金啦。即个徐鹏英医师就是提出40万，敢若伊的欠的剩40万。迄个时代40万，我看现在是4000万差不多啦就来提出帮赞起一间高雄医学院。1960年，台中的中山医专，现在中山医学院嘛是要创设，无钱，所以就请伊来做校长。因为迄阵已经足出名的医生互伊来做校长，来呼调就对。讲11年的中间无领过一线，无领过一个薪水就对。但这本小说内底记载讲，伊一生中无重视享受，嘛无牺牲命为，尽量为着别人来付出但是因为伊开心侪钱连伊的家内拢感觉足袂谅解的就对啦。常常是已经无钱伊阁甲人答应只好伊的太太在后壁专门咧付钱的啦。后来去装钱，人已经答应人来装钱来完成这项任务所以这个作家在讲起伊所写，就是这个互人感觉讲足想袂到的台湾人的一个人生的故事。这个故事当然咱大人无一定有伊的能力，但是迄款的精神，互咱学习到分享听。所以这位最后咱通过这2礼拜所领受到迄个麦一粒麦的故事来产生的这种的学习。这位我要问讲，你人生的麦伫倒位啦？你人生的麦你的生命的麦伫倒位？第一，我希望咱这位有这种的自信，就是你要持守麦的品质。我都有咧讲，我伫庄脚故乡的时阵，厝里拢爱种这五谷来补助生活的需要。我会记得每一年冬天，我的阿公阿嬷迄个时阵也无啥物娱乐啦，边仔可能一只收音机，伫遐咧放一寡安尼广播剧安尼，逐个人拢都爱坐伫迄个一个大的迄个盘内底来掰土豆，因为土豆爱甲掰开，然后呢，我的阿嬷伫安尼掰这土豆掰了伊伫日时真光的时阵，伊就爱拣土豆，
耕土豆，啊耕什么？耕迄个无损失的土豆，佫足饱甜的，足有活力的，扣一拿。啊，阮囡仔毋知影讲，啊，你这扣起来是要创啥？啊，毋是要炒土豆要来食吗？伊讲无，这个土豆要捡起来，明年的春天要来做种子的。什么意思呢？种子就是爱饱甜佮有力。这个显示讲，咱要做一粒麦啊，毋是讲你要做就有呢。这个麦啊，爱持守你的品质爱好。所以咱兄弟姊妹，伫咱伫信仰、伫咱生活、伫教会中间，你愿意受装备无？你愿意受操练无？你要做一粒麦的精神，毋是嘴讲的，是你真正有迄个气力，通互伊种落地，会当互伊发生100倍。所以，咱爱常常操练迄个听、恩典、分享麦啊落地的精神。事实，咱无一定逐个人会亲像我拄仔介绍这医生因遮尔大的贡献，但是常常麦啊的精神伫对小的好先做，小可好先做，做了你就操练会出即款的气力。最后上好的是，因为你一粒麦啊精神运作了非常的好，你会享受到上水生命的品质。愿咱通过这个麦的精神来得到这款的恩典，上帝的赏赐。兄弟姊妹，我希望讲，咱有伫厝呢这个聚会煞，你若有时间会当有一个家庭这段小组，会当透过网络来分享甲讨论。但这个孙牧师要招咱做一个祈祷回应，再来做报告结束。亲爱主我的上帝，我搁一遍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阮知影一粒麦的精神是上帝你所恩典甲祝福的，阮要学习来做，总是阮需要主你的气力来帮助阮，因为阮要看见迄个未来，迄美好的成果，是你上帝你的应允，甲上帝你亲自，互伊诚侪丰盛。所以，阮为着台湾，要咧继续伫即个疫情的控制中间，阮为着所有年龄层的同胞，勇敢接受疫苗的接种，会当真适应，无后遗症，会当增加普及率，会当互这疫情得到止煞。为着这个医护人员，因的身心灵平安来祈祷，求你保守，互因伫疫情的指挥中心的团队操作会当顺遂。为着台湾同胞，大家人会当同心一意，做伙团结来对抗疫情，互疫情来早日消除来祈祷。也为着疫情中间伫经济上、事业上，也是伫工作上受影响的兄弟，求你来保守赏赐恩典，互因来领受主你的智慧甲气力，保守因来顺利度过难关。主，阮为着教会各项事工顺利来恢复，后续会当各种无论是聚会、门徒培育、福音事工，拢让顺利来推展来祈祷，求主你来亲自来保守。我也为着伫暑假期间青少年主日的学生，因拢有好的假期安排，身心灵拢得到成长来祈祷。主，我也为着南部地区这几日大雨，侪所在淹水，求你保守大家，无论是家庭、厝体，也是财产，拢得到保全。主啊，我也特别为着病痛中的兄弟祈祷，求你赏赐你的恩典甲保守，互因无论伫静养中，也是伫病院受治疗，求你用亲自看顾、保护甲医治。伫你面前，愿恳求你施恩固守，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次要我做几项的报告，咱才来做奉献来结束。兄弟姊妹，咱因为事工拢暂停啦吼，所以主要是为着这疫情各方面的事项来做报告吼。头一个是咱这个疫情第2阶段的这个二级警戒是到8月初9，意思到后礼拜，是毋是会搁较开放？唔知吼，这是咱兄弟姊妹，咱大部分的兄弟有愿伫厝里看网络的圣经礼拜啦吼。毋过咱有50个吼。咱现在现场大概同工差不多20几个吼，25、26个。所以
牧师是咧感觉着讲，要请你来嘛歹势，啊你毋通来嘛歹势。原则上，咱若讲伫咱即个好天的时阵吼，若有兄弟你无惯势网络的礼拜，吼啊你来敲电话讲啊，我会使来袂？啊，甲你记录一下，啊大概50人以下吼。啊甚至咱教会有咧考虑讲，若即个疫情无随解放的时阵，咱要来去区公所、来民政局来申请讲。温存100个啦吼，那咱教会100个是容纳真好势，啊，咱100个咱就较侪人会当来现场来做礼拜安尼。啊，所以咱即个8月初到8月初8有缘用线顶礼拜为主，啊，咱这工作人员中级，啊，这事奉同工，啊，甲这袂当看到网络的兄弟优先入来吼。过来拜五祈祷会呢，咱有缘伫现场做即个线顶的祈祷会现场的即个。报送吼，啊有咧实体小组的来参与就会使。圣歌队近期有缘用影音奉献为主，啊主日佬嘛是录影来上课吼。那各小组、各团体，你当按照家己的需要来自行决定要用什么款的聚会。第三是后主日，啊咱是本来是咱大庆祝45周年吼，啊总是疫情的关系，咱所有的活动就暂停啦，也是暂按吼。所以，从8月初8，咱设到45周年，佮母父亲节的感恩主日，啊，咱只敢进行一般的礼拜，因为种现在安尼吼。啊，有甚物款的庆祝后续，咱若有机会来讲，包括爸爸节的礼物，咱也无法度人发啦吼。啊，所以咱原来有圣餐甲洗礼式，咱嘛等以后会当开放了，咱来举行。啊，咱原来有周年庆的大聚餐，那咱若讲伫疫情无全部解封，咱就取消。啊，若会当恢复，咱才来公布看什么时间要来办啦吼。啊，咱嘛望讲政府接受申请99个参加聚会，啊，咱有准备公文要甲民政局申请，啊，咱若有稳准，啊，咱甲大家公告吼，用安尼甲咱做报告，也愿主保守伫即个如何中，大家出入拢平安吼。啊，咱下面要做奉献，啊，甲做结束，咱来请咱的执事来主持，啊，咱的司会啊长老来主持。咱即时来奉献。做伙起立来奉献诗。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我无比，我愿意。请坐。咱做伙来读即个月的金句。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照耶和华你的上帝所命令你的，互你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所在，日子久长，来享受福气。咱搁一届。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照耶和华你的上帝所命令你的，互你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所在，日子久长，来享受福气。申命记5章16节。上营391首，咱做伙起立来吟这首诗。
咱只是做伙来领受上帝来的恩典甲祝福。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引带，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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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大家请坐，咱结束以前，咱要举行今仔日这个月的庆生会吼。咱虽然无伫现场，不过咱有缘会当做伙，互咱在场的兄弟唱生日快乐歌来祝福咱吼。咱要请8月的生日的兄弟，咱家唱祝福，大声唱台语，再来唱英语吼。咱要请玉子来分蜡烛吼。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祝福你，祝你生日快乐。英文的来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咱请寿星玉子来分蜡烛。来，咱拍拍啊鼓励，嗨！牧师来为着这个寿星来祝福的祈祷，咱才来做结束。主啊，主阮的上帝，感谢你，8月份是一个温暖的季节。我为着8月份的寿星献上祝福，愿上帝施恩赐福伫阮这个兄弟姊妹身上，互因毋但是享受着生日所带来迄个喜乐、庆祝的气氛，也领受着感恩。对上帝领受到祝福的精神，主你赐福阮这的兄弟，无论年老还是少年，互阮用着主你所赐的福气，伫阮一生的日子活出基督的款式，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愿主赐福阮正大家，大家人有美好生活的安排，主你的疼拢伫阮正人中间。祝福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甲彼此互相伫家内，也是伫遮互相讲愿你平安。大家后礼拜再做伙来敬拜，愿你平安，感谢主。